冒天涯。告白书也是好重要，爱勿脚也是古话常推移。上回关键要讲讲团呀，让我本人开本讲团呀。太细嘛，都一条无字眼，爱到冬下高空来摘呀。美浓山下摘到几个山下，爱住爱呀。好吹舌头，阿妹报嘅合作帮白妹讲嘅想法。慢数来叫几多，上悲哀引流中火，爱捉唔到叫水唔到，火风里事见对见人做，火风里事见对见人做。这家店的粉肠汤很有名哦，试试看。怎么那么晚才出来吃饭啊？伤口好点了吗？再给你，是球巴乳膏哦。给我的。前几天就买好了。一直想要送去宿舍给你，可是我又不敢去。你就一直带在身上？对啊，我实在没脸见你。算了啦，这件事又不是你的错，你别放在心上了。用每题啊，迄个电菜的，含迄巧丝类啊，电来啊。唔系啦，我迄同个妈趁出去找我买东西啊，好经过鸦片，看到茶站，就行过来看看啦。哦，安拄好吼，礼拜六啊，校园咧改道呢，那点量贩菜通改道，真改道哦吼。啊，你可唔可以我夜场吧？就呀，福建当有卖啦，所以眼看时间要差不多咧，就行过来鸦片看。去哪里贵啊？安不呀，哪有美术馆呢？啊，会讲的啊，一规路卡硬讲的世界，拜托你讲哦，睇只水区啊，睇叫鬼多呢，像澎湖用的，按家睇哦。大兄哦，已经变改道啦。时间哦，过到几天呢？阿伟带杜妹，甲太可会庆祝生日，好像样的送礼物的事情，也蛮哦，有味道小做。阿伟做迄牛头角嘅早，我同董妹仔那还可以叫呢。因为有按3万给你呢，小叫你听你能饭就好呀，你有会叫到脚臭爽啊？你这样子哦，
就像平民三人用的啦。一开始为到冬梅脚骨挫伤，夜晚哦又为到小猪，咩都规身的全部喺手。唉，冇想到哦，伊哦hand劇就甲冬梅添병下咧。嗰時啊，冬梅結婚的時間，伊還未生未死哦。你講嘛？你唔講？冇啦，冇事啦，會驚你會欠。我哪有案件咱就見啊？你講嘛？講啊？啊？之前傅林同陳美麗結婚嘅時間，我看你們失神誒。哎呦，冇講呀。所以阿你中意係高雄嘅細妹哦，你一定過獎哦。拍戲啦，不過高雄的細妹食材哦，食材？算了啦，反正我媽唔對我講啊，我哦，係你好中意美濃，美濃的細妹像冬梅啊，啊。該下沙哩，該吃鹽，該好相處呢。給你就加歸來啊！妹妹都一個講法給你，真是歸好。冇其他朋友兩個阿姐就結婚啊，路卡長春，阿媽、爸、媽同我講法，以前嘅同學要準備上學嘅事情，我搶要貴準備啊。不過阿爸哥就唔會向我啊，唔會同我講高雄嘅事情、讀書嘅事情。我希望你每個禮拜就歸來哦。哦，所以去茶站等愛，係條水吼。我會想過去嘞，冇啊，我媽會覺得我唔見嘞。再見哦。哎，秋 Q，以後哦，出街去愛路卡就好嘅啦，唔是過去茶站等愛，安尼哦，浪費時間啦。陪我在这里晒太阳，不会闷吗？你活动一向很多啊，怎么没有和男朋友去逛街、跳舞、看电影？不用在这里陪我了。我今天休假，难得可以安安静静在这里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挺好的啊。你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在冰果室上班？不用上学吗？我不是读书的料。在家爸妈老是吵架，干脆自己赚钱自己花，日子还比较开心啊。是啊，我看你在冰果室蛮吃得开的，几乎所有客人都认识你。冰果室的客人是很杂，有些是小混混，有些是太保学生，他们啊都喜欢亏小女生吃豆腐。想要在那里顺顺利利的，就要学会应付啊。怎么应付？就和他们打哈哈，这样跟他们嬉皮笑脸，交朋友，大家才不会伤和气嘛。这样实在太辛苦了吧？后来就是眷村那个老大啊，他常来吃冰，说我是他马子，要别人不能欺负我。还要他的手下叫我大嫂哎，不过这附近的人啊都很怕他哎。我虽然有他保护，少了很多麻烦，
所以我也找不到理由好拒绝他，就这样在一起了。你爱他吗？我爸妈成天在家，就是把离婚挂在嘴边。我只知道什么是恨，不知道什么是爱。不过他们把你打成这样，我真的很过意不去。那你喜欢我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不过你和我认识的男孩很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啊？你跳舞的时候不会故意猛贴着我，看电影时你也不会暗中吃我豆腐，你也不会成天把脏话挂在嘴边，很斯文哎。啊，对了，当我勾着你的手背的时候啊，你还会脸红哎。所以你有一点点喜欢我喽？来，阿爸，说甲你食。哦，老爸买的东西啊吼，无比落卡啦。最近吼，伊落买很呢，爱啊吼就生活会死哦。今仔吼，伊落买生唔好，啊身体会挡唔掉啦。放心啦，妈，我还该结婚呢。好好好，结实结实，冲牛样的，做得起来天的啦。侬唔使加遐甜啊？你想俺的两个人呢？俺技术再衰下去，恁忙都衰呀。唉，你休息啦，我俺来做。啊，唔食饱饭的冇咯？俺再呼呼，食唔落，唔怕，遐甜哪来？做唔得啦，人家台湾小小呢，可能吼今边阿布爷也喺外来种好的啦。路口吼已经放伊过下去的，现在放下去啊吼，很爱同阿发考慢伊啦。啊，阿爸，你发烧的哦？系啊，也今日吼练的训练的啦，啊路口燃烧啊，可算阿爸吼装的时间吼比较搁长啦，啊可能拍太巧的就感冒的啦。啊，迄无安尼啦，今日暗晡我来装火会啦。哦，你晓得哈？俺也唔信。唔忙啊，安尼讲。香烟的装炉火唔好开玩笑，温度係唔錯，人的熏快，嗌定竟然都拍做嘅啦。今日天氣熱啲，好快都趕其他唔會哦。放心啦，爸，我唔會啦，我唔會衰氣啦。啊，我記得你重要的天羅巡演室，我係冇唔定大家按情況。天諾巡演室咯。係啊，從前嘅路卡就係裝嘅天羅巡演室，十分好用，樣子裝熱裝壓，舒路火，人呢也冇旋快。不過看來竟然拿到訂引起過嘅，能以發到真笑嘅。啊，假是安尼，以前你唔去拆嘅，竟然有現代啊！哎呀，這房間好啦，來，入講嘛茶吼，乾手家嚟掂下去，啊攰起再所以搞木啦，香港以上嘅吼超好嘅啦。阿發唔是訂拆人嚟嘅啦，反正本來嘅房間都空嘅呢嘛，阿發反而係房間空嘅呢，啷喺地啦，唔使再人嚟喺地。唔是啦，其實迄個演的唔好查呢。唔歹啦，有條事情啊吼，以後樣再來講啦。啊發啦吼，再過去下陣嘢出去準備練口嘅呢，啊唔手上嘅針啊吼，咪等下伊口嘅樣來針啊。今
水创业啊吼，才陪后摆专心准备考试啦。后摆啦，唔做点嘛咯？看见明日啊吼，也海来做遐个路坡啦吼，吐书吐起来啊吼，就早点睡，安尼听讲伊很有精神啊。是啦，妈，俺冇要紧啦，反正俺本来就要熬夜看书啊，俺冇得话改签开书改好开哦。假使哦有东西好食，效果可能会更好哦。安尼哦，好，我今日吼就本装啦，听听嘛，就准备改多改好食的东西来本，哈。啊，顿下哦，记论哦，迄阵说拄唔掉的啊吼，出了很爱好，我爱来装哈，无眼开哦，对吗？哎，对啦，唔能加去水啦。好，先来洗啦，来。阿发哥，听来啦，秋秋。秋秋，阿爷用汉来咯。你拿书了吧你拿？哦，你来啊？你用榴莲看哦，好看嘛？鬼好看哦，来鬼中医一滚。如果有到的书我看唔是，有到的地方你唔去改变呢？有乜關係啊？咱講有的書哦，連太學生乜看無啦。喏，你看唔是的地方，做你本愛啊，來喺啲啊，咪做你甲人講啊。好啊。像一本《千與鶴》，書底度的人愛來愛去，然後吃啥貴婦餐呢？還有啊，一故事同書名有乜嘅關係啊？你有冇很多《千與鶴》？愛情本來就該複雜啊，你有談過戀愛嗎？我甲人講啦吼，啊，來，秋秋，啊，我甲人講啦，呀，千與鶴吼，係日本人改造以前的傳說，你有談過嗎？冇呢，你趕快同我講啊！日本人遐尼講的哦，不管萬年啊，迄誠心誠意在以前在之後的哦，就會實現延年哦，就像希望老人家長壽、身體健康，人啊就會在以前在之後的哦。哇，以前在之後的改講呢，有好嗎？應該是有啦，心誠則靈啦。鬼厲害，鬼等着呢，嘛該做位呢？阿發哥啊，你曉得咋要種智慧嗎？做得講誒。好啊，來，過來啊，坐啊，好，呀哈，呀從本。來，看咯，先按嚟集，一集哦，先插一隻正方形出來哦。大概插下來，然後啊對折跟對折。對折跟對折。沒啦，就叫對角線對折，像安尼啊。很大開來變正方形，下面重要，好。小你就變一個菱形的哦。錯呢？對嗎？然後大家啊，比下，啊比下，太厲害，太厲害。好，
反過來，叫你媽落來先。好嘞，好，反過來，那你反過來。就入邊翻面嚟執過來，係咪就係反過來，入邊係過來，入邊係過來。哦。安尼，好。好，入邊做下執爽啦。安樣。係，執爽落。個反過來，個執爽啦。可以調應用嘅站啊？嗱，加起咩啊你？安尼反過來啊，係嘛？係啊。反過來咧，過來咧，就這樣。佢用片啊，你選哪一片？唔過人家執嘅，有一些嘅片咧。啊，我快死啦！我係睇我嘛。怕啦，冇安尼講。第一次執哦，做你執安尼，佢厲害嘅哦。看，有冇？安尼壓下來，係一格安尼來啊！哇！然後講矮哦，係咪係哦？安尼來啊，一格有冇？有。看到冇？安尼就變字號嘅哦。哇！兩個字號嘅，比啊比啊比啊比，比啊比啊比！太厲害呢！來，球球，過來試一些東西好嗎？好啊。呀，然後捏呢哦，補補呢。哇！過試咧。阿發哥，鬼厲害，鬼認真哦。馬個主播。唔好你講啊！係天才哦。我你講，咪會快些呢？咪一快些哦。來，食啦。入面會唔會？補補啊？哪有？還有冇啊？還有冇？哎呦，望出嚟，個出嚟呀，會變發喵嘅哦。同我出，來，過來入邊，講頭啊，睇我。還有冇？等先。手票。我攰起嚟。如該乎，我係送我。是啦，我起來天我睇隻碌卡，過拳咧，聽阮大做行喺制嘅咧。手票。夾攰起啦，嗱冇問題嘅。哦，如該乎，我食什麼？我帶15天堂派，看哦，從我嗰邊田橋啊，專我睇隻碌卡咧。哦，嘅天生該把，我把到田橋裡哦。哎呦，那唔係咧，我又唔係帶讀書號呢。哇，我走啦哦，再見。小什麼？阿爸了，水就改甜哦。安尼必須挨啊！啊？做唔得啦，唔好講佢要餓到，我要空去落食飯。哦。很早呢。阿發咧。阿姐，用幾耐啊？係啊，聽講阿爸身體唔好，一張屠夫險我歸來看看咧。哦。水飽嘛？就嚟食飯咯。哦，先生。媽嘅先生，要水我去咯。
系啊。自从做对啦，啊？好的啦，交一本三呢，往后来哦就下来吃饭。好啦，我马上下衣啦，先下衣啊。好。好嘞。阿爸咯。阿爸，都俾傳嘢咧啊，而家出來咧。哦。哎，收了没？哎，阿爸，嘿身體有夠好冇？好鬼多呗，睇下唔好嫌見呢。好啦，收吧。好，收。哎，我要同阿爸聊個問題啦，日後冇嗰陣時候應該冇事情的呀。按不條再聊一擺，按你過好。哦。来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媽，阿公是嘛？迄忙說我等下去吃魚啊。我有那本記試過的呀。哦。来，吃饭了，吃飯啦。我英啊，來，長菜買炒。哦。有啊。快食食快食。哦。那。哎，一個豆腐嘛唔會炒。哦。那啦，唔是安那去啦，自家來做。好。你說阿伯呀，佢屬頭都用辦，術後有進步冇？應該有啦，丁老師哦，對我改照顧呢。安尼就好啦。我聽講佢保證辦哦，6、7日一個哦，咁樣係怕冇問題哦。等下失敗了哦，用唔好嘅數學啊，做定拿來冇牙記錯。唔是啊，我聽講要考英文啊，我等下去上岸開數呢。然後按人哋規律，就比阿爸媽就會啊。不行啊，等下就要食雞腿啦，來，不會。啊？好食咯。啊，等於唔是安那去啦，自家來做誒。馬上做啊。好。To watch out for 防备。To take someone for someone else。秋 Q， 阿凡哥，沒雜言呢，用咩來的？去做嘛？來炸些臭肉呀。下豬啊，唔是炸鹽，來炸韓木醋。韓木醋，要。係啊，也咩人都下講夾醋，對身體也幾好呢，做得功夫去啊。對高血壓咩幾好啊？自從啊最近血壓幾高，嘛我來炸些。哇，啲嘢改到呢？係本來哦，上下全部嘅野醋，冇想到還有其他嘅功用呢，嗬。當然咯，媽講啊，前年呢有幾多用唔係嘅法寶呢？我係細嘅時節啊，佢就講我認識我也都係臭肉咧。哎呀！胡嘅乜嘅啊？哦，也很多大胡子，做得清乾功夫去，咪做得煮菜來食哦，加些豬肉啊，幾好食，幾認真呢。秋 Q， 真係幾厲害呢！要數方哦，學唔到嘅啦。阿哥，我同你講哦，鴉片這係一滴油，你看到嗎？還有葉片啊，葉片很多，甲球法，做得功夫去啊，推火啊，對身體幾好，有一些無痛啊，幾認真呢。哦，秋 Q， 喏，你有呢捱數啊，捱嗬，用火氣講唔下來，因來應驗嗬。哎，唔好同人講法啦，捱攰起嚟。哎，秋 Q， 送兩期本係講火氣啊。溫啊！哦，一啲人呢，選到幾好哦。
阮大人老板这个时候，影响的艺术啊，铁道。那爷呢啊，想呢讲我变专武啊，做菜无发生安尼问题咯。阿爸，妈，来陪你高用哦。阿爸，唔係囡啊，係哦，做幾下我出嚟搬底嗰陣時。哦，阿爸，啊？對啦，佢話你拖鹽呢？哦，拖鹽呢？我見過到有鹽呢選好誒，唔係講乜叫停停數隻誒。啊？呀，分批選好嘢呢吼，我先俾我倉庫嘅啦，差唔多等個3週日以後再拿出來，向下交半日嘅公賣局。哦，安尼哦，幾辛苦呢哦。係啊，而家爭啲哦，唉，大概勸嘢呢哦，啲貨啊，只要6000里總唔得團啊，行去做貨，迄個嘅運土變化狀態哦，也嘢呢哦，行去出貨啦呢，唉，我捱哦，就做唔得好花水冇。就係啊，嗰數啊吼，一到冬天啊，面農做嚟講，安尼米價吼，有安尼無熱無呀，而家無限做人呢貨啦，根本吼就唔是社會出嚟揾業來。佢談起來鬼神機呢，海票，又要叫我摘鹽呢哦。哦，係啊，安尼以來吼，欣賞哦，就唔知吼。自從就唔知教書嘅專家，訓練嘅賣專家。好吧，我哋聽數。等上面啊。好。水有啊。哦，按做得嘛。好，我先聊啊。好。好，拿起來哦。比較跳。好嘞。哎，來。哎，手橋，用我哋茶風啊，你來啊？我聽得你，你高雄啊？嚇？你錄下人點我啊？後生係坐到廿萬茶嘅，希望啊，已經你高雄，我原來啊，誒係要，聽下啲高雄去做乜嘅啊？阿發哥，冇上來去高雄哦。咩啦？唔過吼，看你記得安樣，唔是緊張啦，唔係我聽得你私奔。哎呀，我去阿 Q 嘅碌卡。哦，廿橋，我哋高雄。阿 Q 嘅碌卡改做啲辦到高雄去咧。係啊，對啊，喺高雄嘅話，安尼吼，就做得去喺宿舍前來啊。真是哦，你真是做得很輕嘅，唔愛吵到你讀書。唔會啦，讀書因為每日是4點鐘才讀書。看啦，然後迄個梯子也係天花，迄貨常常附近啦，啊，舒服哦。有初次同天花，一定請得到。你數起來啦，攞啲時間，攞啲時嘛，阿
阿妹，那几落咧？几来啊？俺嘛拿水帮你带来，有什么？哎，当然哎。哦，难怪用伊米来，人家批得小米诶。起码嘅啊？就阿讲啦。几好生诶！含迄落开饭菜阁香哦。哎呦，迄即间无贵个啊，要怪卖啦。俺嘛想啊，毋过免风又爽，用会贵去啊。阿妹哦，一定要稳当稳时的啊。嘛是吼。唔感觉要买无相同？无相同。哼。无啊，哪有？有啦，看啊。怪耶！你有去公园的没有？系啊，是迄怪，迄眼毋错啦，遐落上公布吹啊。哎呦，嘛个歌啊讲啊，歌系就算了，我搁讲的啦。对，眼嘛哦，因为拿日本啦。眼年小康美的服装几行日嘞，我圈开不哦。哦，好啊。看伊来乖乖哦，小泼泼嘞，该像该中央的。有个小猪出去搞的哦。无啦，我请伊甲伊摕卖面拄到啦。卖面呢？伊敢讲嘛？你有眼拢伊哦？嘛个原谅唔原谅，这一摆伊有咩很人当来？实在哦，谈起来哦，你系个无心又无改，有想去家己强下。就讲过的啊。今日细妹的就唔适合唔啊，该复杂啊。唔看，硬爽又盲学，唔记得通诶。迄本书按到去含啦。哎呀，上迄道个人唔通讲的啦，硬我迄细丈夫，既然伊无说，佮无十分好玩的。喂，欠死无救的。同学，请你站起来。还笑？你笑我还是要摸？老师，你要，人家不要了。在哪里？你不要摸那里快交出来啦！老师，你摸到那里了啦！交出来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在哪里？模拟考卷不好好写，在干嘛？联考这样考吗？起哄，闹老师。再过几天就要联考了，你们最好给我搞清楚状况。5分钟后收卷。嗨，林老师的豆腐你都敢吃，真有你的哦。哎，你们搞清楚再说，明明是他摸我，又不是我摸他，是他吃我豆腐才对。屁呀！不管谁是谁豆腐了，你叫那么贱，真是一个机车的你。不要。哇，这不是那天被打得跟狗爬一样的陈永威吗？伤好了没呀？还劳动康咪替你出头哎，
一个男人啊，没种到这地步啊，你真是没用啊！阿咪，坐好啦，我该给高了。坐。哎，猪妈，来这边坐，嘛。对嘛，大嫂，不要让老三等嘛，快点啊！哎呦，没位置啊，要坐哪？坐这边的，来啦！不要了。你现在不要什么啦？你平常有在说不要吗？哦，别乱动，等下被你折断了。哎，你最近吃什么？怎么又变大了？怎么一抱着你就软绵绵的啊？想不到你还比我还心急耶！来嘛，你全身上下是哪点我没碰过啦？看什么看啊？笑脸呢？你现在是羡慕还是嫉妒啊？来吧，啊，等一下，我走。阿明，门关好，快点，进来！哎，阿威嘞？对哦，阿威嘞。哎，对，他怎么没有进来啊？阿发，这是从汤米那边拿来的，双节棍还有球棒，这样打起来才够力。哎，这还有啦。哎，事情搞成这样，现在要怎么办呢？对啊，他们到底会找阿威报仇？说不定哦，给他杀过来。对，干，阿威到底在干嘛？那线如果杀过来怎么办？杀过来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啊！阿 V， 我讲暗冲的法啦，给了鲁曼，迄好掠的，敢无？你想用的咯？你讲根本伊唔帮爱，做就家己都忙死下咧。伊安尼过来哦，那就去给你干年饼。唔能，嘛给都唔是干，安尼准备连女都唔能啊！要不然叫嘛个戏啦。哦，嘘，完了，他们来了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阿伟哥，阿发哥。秋秋，落去时节，讲唔拄好啦。先入啦，先入两讲啦哈。你有要按落滚的喏？酒阿味啦，伊头前哦打双赢的啦，但是哦惊结着鲁曼，我着报复，让我传也着家伙啦。哎，来哦，真的没时候啦，先跪啦，吼，来啦。哎呦，俺唔会惊啦，唔是伤害啦。阿发哥，耶稣，应准呢？
无啦。歹势啦，一定减年了吼。不是啊，我们先要你才对。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是秋菊，颜良哦，是我们的室友啦。他是阿海，他是阿金。大家好。你好。真是大美女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看美女，色性不改。说实话都不行哦。谢谢。阿美，也很用的啦，还感觉哦，起得鲁慢，唔会安尼出酸的啦。你遐喊做点用的喏，原来哦，人家吹盖烟饼啊！饭条加奶，爱加饭海，来带来稀饭条加奶，爱加饭海。冲山高，山高无强强，上后了来碰。来强卡冲山高，山高无强强，上后了来碰。